久的，因为爸爸妈妈其实是两只鱼，吼，因袂当足久的，总算是咱就通知啊，有一个宝贝囡仔等你带面咯。哦，真正是有够高水的，因头一摆看到伊，就感觉做阿姨的，就想要甲伊带回去厝照顾。过来咧，回去厝的路哩，伊就一直吼，爸爸足毋甘的，就甲土啊，甲伊抱咧行来行去，2点钟拢无坐落来，歇困。迄天暗时啊，阮一边唱歌，阮哪唱歌哪骗你困吼，所以总算你是无好啊。对阮微微啊笑，我嘛感觉讲，我嘛目睭目屎呢条条啊流落来哦。安尼一家伙啊足幸福的吼。过来，你一天大汉，我嘛一天比一天更加爱你，生活变了足快乐足幸福的哦。过来听到这，土啊伊就甲甲妈妈的巴肚懵懵的甲伊问讲，所以我细汉时阵。伊是伫遮对无？毋是伫你的巴肚内底吼。妈妈就笑笑讲，对啊，毋过吼，你一直伫我的心肝内哦，一直是我的心肝宝贝。土啊，伊就转入去，爸爸妈妈伊就甲爸爸妈妈人调调，甲伊讲，我要甲规本相簿拢带去学校，互大家知影，我是全世界上幸福的囡仔哦。好，咱故事应该就差不多到遮。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、亲情的故事，对无？咱今仔是迄个年尾最后一天，因为对嘛，咱爱着谢爸爸妈妈，就是会当逐礼拜六带咱来看囡仔课，带咱来参加活动，有当时嘛24小时拢安尼甲咱照顾，对无？咱来画一张新年的卡片。你会使面顶写讲你感谢爸爸妈妈的话，也是讲你未来对家己的一寡望。这卡片有这个色，会使家己记。你要啥物色的？搁有紫色，搁有黄色，好。家己记，你嘛变黄色吗？好，伊一张尔，伊就一张，你好，耶，感觉是的。伊会使拍开开，内底会使写物件。内底写物件也是画图，才有蜡笔，才有拢有笔，圆珠笔，对，拢会使家己用，好无？啊，妈妈你要画无？你要？迄是符啊？你嘛有无？我嘛甲用摕。系啊，好，这会使家己画，你面顶会使写讲你明年想要达成啥物愿望？比如讲，我要甲妈妈到这出来退会。系啊，我就写一张卡片，内底就会当咧写，我希望2023年的身体会当更较继续健康，会使学业会当顺利，安尼下就写新年快乐。你会使写互家己，你嘛会使写互爸爸妈妈，还是写互你的朋友拢会使哦。